留念日子兵荒馬亂，擇日失眠，亦別要揀這三數天。為何你會前來道別？是否一種考驗？擇日再講。但願你當作行善，別叫我工作裏顯出了弱點。同僚問起我幹嗎這麼黑臉？假使你也方便，說一周最後那天，不想與我糾纏，也很請撐到那天。因今天恐怕要工作到特別夜沒法見，想哭2秒都怕要到深宵3點，才能抽空心酸。何時嘆氣，何時落淚，如約得真太亂，現在很忙，擇日再失戀兼屬戀，為何痛覺從來並未約好終點出現，熱淚間中滴在那報告前面，別叫我工作裏顯出了弱點。同僚望到我眼前該怎麼算？假使你也方便，說一周最後那天，不想與我糾纏，也很請撐到那天。因今天恐怕要工作到特別夜沒法見，想哭2秒都怕要到深宵3點，才能抽空心酸。人生嘅悲哀就係當你遇上一個對你好重要嘅人，但係又冇能力去留住佢。何日何地情長情斷，仍得好好生存，就怕淚腺突發叛變，要扮作下去抽一口崩潰。我有經驗，說一周最後那天，得不到你可憐，也得到休假半天。這幾天恐怕要工作到特別夜沒法轉，想哭2秒都怕要到深宵3點，才能抽空心酸。講分手要在那天，我多需要預約先。這幾天恐怕要工作到特別夜沒法轉，想哭2秒都怕要到深宵3點，行刑可否改天？我對你嘅感覺仲未完嘅，你呢？